着年輕，迎向新挑戰，讓你我盡情打拼，找緊今天機遇，隨心都一，哪怕窄路漫漫長，將福音遍佈世上，讓改變發生，國度擴張，身心擺上為主，遙遙萬里，分享主犧牲的愛，傳揚直到基督再臨，我願意終生信服你指引。頭先睇完恩林萬邦嘅回顧，大家覺得點樣呢？我都記得咧，恩林萬邦喺呢幾十年嚟係祝福到好多弟兄姊妹去認識宣教運動。其實我都係其中一個。大概喺1995年嘅時候，我喺恩林萬邦嘅聚會裏邊聽到盧嘉文牧師嘅講道嚇，喺裏邊咧我就蒙召，我第一次認識宣教，其實都係透過恩林萬邦。好想我哋喺嚟緊嘅日子裏邊，再次將恩林萬邦呢個活動帶俾香港嘅教會，讓到更多香港嘅教會嘅弟兄姊妹認識神嘅宣教工作。